於是何進就召集軍兵趕去京師。主簿陳琳話：咁唔得喎，你調外部嘅大臣走入京師，到時候咁多路嘅英雄聚集埋一齊，點知佢哋點諗㗎？如果佢哋搞起亂上嚟，唔單止唔成事，仲會搞出個亂子噃。何進大笑話：你呢個真係懦夫嘅短淺見識。旁邊有一個人拍手大笑話：哈哈哈哈！呢件事易如反掌，仲有咩好討論啊？大家睇講嘢嘅淨係曹操，想知曹操仲有咩說話講？且聽下回分解。《三國演義》系列曹操共謀殺宦官播放完畢，請訂閱收聽下一集廣播。